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啊。澎湃新闻报道，碧桂园境外债务重组，关键银行提出的1.78亿美元补偿方案获支持，预计年底完成重组。碧桂园境外债务重组再有进展。7月25日。有媒体获悉，碧桂园已经与一个债券持有人特设小组，就如何向银行协调委员会支付1.78亿美元的补偿款达成一致。银行协调委员会由7家银行组成，持有现有银团贷款48%的份额。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小组同意了补偿款的支付形式，主要是为推进重组的进展。预计重组将在12月底前完成。特设小组持有碧桂园103亿美元未偿还离岸优先票据和可转换债超过30%的份额，也就是这个特设小组一共持有碧桂园大概30亿美元的这个债权。那这个是碧桂园的境外债的一个大头，他跟碧桂园那个博弈，那么碧桂园恐怕要先付1.78亿美元，或者是优先支付。总之，双方经过艰苦的这种博弈，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所谓的债务重组，说白了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对债权人来说，先拿一点是一点，叫远期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这个是债务重组里面的一个叫原则。你未来许诺的再好，没有我现在先捞一点再说，就这么个思路。我们再看看还在渡劫的万科。中国房地产报信息报道说，万科成功转让了位于上海的一个项目。据多个独立信源消息，万科完成对上海金桥万创中心项目的出售，接手者为一家国企。上海金桥万创中心是位于金桥的一个产业园区项目，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我们通过相关渠道查询股权结构，发现这个项目成交了，成交时间约在今年6月初。其中一位知情人士如是说。有消息称，该笔交易成交价为14亿元。对此，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数据不准确，但具体成交价格目前不便透露。也就是万科也在卖自己的资产，叫自救，壮士断腕，断臂求生，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中国房地产报报道，7月24号，叫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其于近日收到成都市郫都区监察委员会签发的关于公司董事长刘斌被留置的通知书。刘斌在留置期间暂时无法履行董事长职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第113条规定，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公司副董事长刘云华代为履行董事长相关职责。为什么说这个新闻？因为我最近房地产相关的产业，就是家装家居，北京的叫什么住范儿，还有一个是广州的还是深圳的亮居，这就是老板刚跳楼的成都的富森美。你看，都是家居行业，说明什么？说明楼市一低迷，时间长了，上上下下都扛不住了，都加速暴雷，都遇到问题。还有什么电梯公司啊，老板也是跳楼。像极了那个螺旋，恐怖螺旋啊，越到后面，越到漩涡中心，是不是越快啊？速度越来越快。恒大暴雷到现在已经4年，该来的迟早都要来，挡是挡不住的。我们再看，今天有很多媒体在报道说，大出手，全球资管巨头抄底中国房地产。这个还是中方报的消息，说又一外资巨头宣布加仓中国不动产。近日，全球资产管理巨头施罗德资本旗下的房地产投资部门与浙江实力企业西子国际达成战略合作，共同组建股权投资平台，并宣布联合发起总规模约30亿元人民币的私募房地产股权投资基金计划。双方此次合作将专注于长三角核心城市，如上海、杭州、南京优质写字楼以及消费类基础设施，如老旧的商场、物流仓储升级、新型社区商业等投资机会。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资本联姻，双方明确将共同筛选并重点发掘核心稳定性以及具备
改造升级潜力的高质量项目，逆周期布局，信号明了。施罗德资本房地产投资中国主管黄锦成表示本次合作有望进一步巩固施罗德资本在中国的市场的领先地位，并为机构投资者开辟高质量的房地产投资新通道。而西子国际具备雄厚资金实力以及丰富的房地产投资和开发经验，并拥有广泛的市场资源和物业改造能力，同样可借助集团开发及管理职能，为双方的战略合作平台提供全面支持。记者多次致电施罗德及西子国际，均未获得进一步信息。这个是中防报报道，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记得前不久才报道，美国的资管巨头贝莱德在上海交了学费，是吧？铩羽而归。上海的一个写字楼，它首付是4.33亿，是首付多少亿跟银团贷款的，他私募股权买了上海的一个写字楼，现在人家直接违约了，不要了，首付也不要了，写字楼刚被拍卖，人家断供了。前边有贝罗德被资管断供，这也由施罗德资本巨头加仓，你翻唱罢我登场，你不看好我看好，你断供我加仓。今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财经网报道，上海诞生全国新地王，每平米超20万。7月25日下午，上海第6批次土拍第2天，徐汇区的一个地块顺利成交，成交单价20.03万元每平米，成为目前国内单价最高的地王项目。该地块位于徐家汇商圈，毗邻恒富风貌区，为区域内最近10年来首次推出新建住宅。记者在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了解到，该地块被民营企业上海奇祥望宇置业有限公司竞得，交易总价12.25亿元，溢价率22.38%。什么意思？徐汇区这个地块楼面价就20万以上，那大家想象一下，它这个新房未来的售价是多少？反正面粉是20万一斤，做成面包你琢磨琢磨，也这个地方房子恐怕得40万一平米，至少35万一平米起。这个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韭菜的所能欣赏的范围，这个跟韭菜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这么整？有人说政府这么做是为了把这拉高房价，你看把核心地段的价格炒上去，以这个龙头来带动其他地方，对吧？先给全国其他地方，甚至给上海市其他地方打个样。我认为这个意义不大。这是一小群人在那狂嗨。咱们一直说上海，它这个豪宅日光，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就这么大一个中国，它总有富豪金字塔塔尖，人家割的是那一部分韭菜，这些人钱也不知道往哪儿放，钱太多了，大量的财富还在向他们集中，所反映出来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小部分人掌握的财产越来越多，这些房子这些住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韭菜现在连看的资格都没有了。至于说人家豪宅卖40万一平米，合着韭菜的房子价格也得涨，全国其他地方城市5线城市房价也涨，简直就是想多了，没有直接关联，因为这是2个世界。现在这个房价的逻辑已经变了，它不是房地产上行周期，也就是整个房地产在往上走的时候，龙头一涨，其他的也会跟着涨，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盲目，就是极端的乐观看多，所以龙头涨，龙身就要涨，龙尾也得涨，叫鸡犬升天，一荣俱荣，那是房地产上行周期的时候它的一个逻辑。现在这个逻辑已经变了，还有很多人拿这个说事，那叫刻舟求剑。现在是什么？现在叫脱节，你炒你的，你哪怕炒到100万一平米，其他的非核心地段的房子它照样不动，不仅不涨还要跌，因为它所面对的这些房子所面对的客群，面对的消费者，面对的韭菜，它的收入是在下降的，它对未来没有好的预期。你那个40万一平米的房子，你所面对的那人家是不受这些影响，他们是权贵，他们是婆罗门，对吧？他们处在金字塔的塔尖，他们担心的是钱怎么越来越多，挡都挡不住。所以说即便是上海的20万一平米的房子已经很多了，上海的5000万
一套的房子日光。这3年我们一直听着都是这样的报道和故事，但同时是不是上海有很多老破小，上海外环外那照样的房子是卖不动，你降价都卖不掉，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说的就是你的不同的产品，你面对的客群、面对的消费者、面对的韭菜是不一样的。说到这儿，我们又要说到限购。现在北京、上海、深圳就很少的几个城市还在限购，那有专家就老想着要解限购，它的逻辑是一样的，认为北京、上海一放开，那么北京、上海的房价要涨，北京、上海房价一涨，就会带动周边的或其他城市房价涨，房地产就稳住了。这就是专家的逻辑。大家看视频。为什么这一轮老百姓不会炒房子了？那为什么北京、上海不放开限购呢？为什么我们的思维这么大的惯性呢？你为啥就不能写一个因地制宜、适当调整限购政策？这不更明白了吗？为啥不能那么写呢？我虚心请教，我就想预测什么时候限购可以打开。如果他一放开限购，我觉得北京市这个房子就活了，资产就盘活了。你可以从房地产挪到金融，或者反过来金融放到房地产，打通了，现在卡住了。你放开一条，北京市居民可以买2、3的房子，在北京住1年，交1年社保就行。国务院的文件已经很清楚了啊，把这个房地产的调控交给地方政府，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已经2年了。那么每个城市，有的城市呢，根据这个人口呢，还是要控制。你像北京、上海、深圳，它就是这个企图。那么对人口控制呢，其实北京市呢，它确实有要求，叫疏整错，人口要疏散，核心区要疏散，这个问题是在这儿。那么上海、深圳，我个人的理解，那就不需要疏整错了。但是呢，他还觉得呢，我跟着北京疏整错是不是有点光荣？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是书记、市长他们自己的想法。其实国务院是要求这些城市，你根据自己的情况，你觉得什么时候放开，放到什么层次，是逐渐放开还一次性放开，由你自己去定。所以广州就全部放开了。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其他2个城市也会逐渐放开，那北京肯定也会有所响应，但是放到什么程度，我们也猜不准。我觉得呢，现在呢，关键的问题啊，确实还有一些工具箱里边的工具还没放出来，因为中国这个政府跟西方的政府是不一样，它的工具箱里边的东西多，这一点是肯定的，多了好几倍。那么要放到什么程度，还有什么工具可以拿出来，我自己觉得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余地在里边，这一点是我们跟其他。我在想，深圳如果说限购完全放开，即便上海、深圳的房价涨，那也是它核心地段，也就是它不会出现一个普涨格局。现在很难出现普涨格局啊！上海和深圳，北京的五环外，北京的房山，北京的良乡，北京的什么密云、怀柔，你还指望它怎么涨？但是它核心地段很难说，比如说海淀、西城、东城，它有可能会涨。这是第一个。北京、上海、深圳，即便限购全部放开，它也不可能全面涨，它恐怕就部分地区涨。第二个，即便北京、上海、深圳房价涨，那跟全国其他地方有什么关系？它如果房价涨，实际上就是在吸全国其他地方的血，因为你不限购了，那很多合肥的、南昌的，甚至杭州的这些人，首务多套房的人，他很有可能把他房子卖掉，跑到北京、上海去买房。所以说什么意思？专家指望着是解除限购，这样通过北京、上海的房价上涨来拉动全国，显然又是刻舟求剑了，脱离现实。其实已经脱离了没有接盘的人。现在你本来指望他们接盘的这些人，中产在返贫，他们在失业，他们收入在下降，他们找不到工作。专家说了，咱们的工具箱里工具很多，这个咱们不能否认，因为我们的工具太多了。从恒大暴雷到现在，每年掏出来的工具都是几百件，但是遗憾的是没有一件好使的，就没有一个工具一掏出来马上就立竿见影。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工具。说来说去，就是你工具再多，你也得符合这个客观规律、市场规律。工具再多，你说1000道1万，你不能让韭菜的收入提升，你不能让韭菜改善它的预期，你这个楼市你都很难稳住。到现在我们整个社会都在为高房价买单，实际上是在为高房价和收入之间脱节买单。你高房价对应的是高收入也可以，你高房价对应的是低收入，这就不可持续，就这么简单。你炒房子炒脱离了收入，脱离了实际，这就不可持续。
你要告诉现在接盘的人，未来谁会接他的盘？未来接他的盘的人在哪儿？是在哪个行业？他们是怎么有钱的？你得把这个故事讲好。你是闭着眼炒，你把杭州的房价炒到10万一平米，把上海的房价炒到40万一平米。那如果我要去炒房40万，你得告诉我，未来谁60万从我手上把房子买走？这人是什么样一个人？这个群体在哪儿？都不傻，谁会去接着最后一棒？上海的那房子40万一平米，20万一平米，其实它不是炒房，很多中介，很多这个房吹，当然他们也没见过这么豪横的房子。对，这房子其实跟他们也没关系，5、7万一套。但是他们理解成这有钱人也在炒房，其实不是的。有钱人买这个5、7万一套或者1个亿一套的房子，人家那叫资产配置，也就是他的现金没地方放，他买别的资产都不保值，都不保险，危险，他不如买这个豪宅，稀缺型的。他并不是为了炒，他不是为了说过3年之后我把它卖掉。当然，如果过3年它涨了，他当然高兴，也愿意卖。但不涨，他也是被迫叫配置，不涨也无所谓。没听说过哪个富豪按揭贷款去买房，人家是现金多的花不了，没地方放，不是炒房。所以这些房产中介、这些房吹就拿这个做文章。我们现在现实情况是，我们的房地产困住了将近2亿的中产，就所谓中产，这些中产每个月都在还高额的房贷，都在勒紧裤腰带，害怕失业，一旦失业他就完蛋。虽然实体经济现在很困难，但是他们还要面对高额的商业地产这些租金啊。别看这租金降了，这些商铺的租金虽然降了，但是实体经济、实体店铺它的流量、它的营业额下降更厉害。那相比较而言，你租金还是贵。所以说，我们节的房价拖了节的商业地产租金，抽干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呢，这个也造成了消费需求不足。不过对韭菜来说，确实来了一个利好，实实在在的。什么利好？财经杂志今天报道说，最高法明确烂尾楼购房人优先权，购房人可申请解冻监管账户资金。这个怎么回事？不是已经有地方法院判决，韭菜如果买了烂尾楼，那么法院支持韭菜跟银行解除这个贷款合同，韭菜跟开发商解除购房合同，然后判决开发商也把韭菜这个首付款也还了，这个韭菜的剩余的按揭贷款不用再还银行了，甚至开发商还把韭菜还的这个按揭贷款要还给韭菜，这个是法院支持的，最高法还把这个列到判例去了，这个是个好事。但是一般的烂尾楼的开发商他没钱，你就是判决了，赢了官司，输了钱，得不到执行。那现在好了，最高法明确烂尾楼购房人的优先权，这一下就基本上让你买了烂尾楼的，你就有了保障。法院可以依法解冻监管资金，你账上有1个亿，把你解冻，把你欠韭菜的300万，他就给你扣出来，这是优先权。如果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破产清算，那么他所有的破产财产优先付给这个购房人，购房人的债权排在前面，优先权，所以就对这些买了烂尾楼的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保障。他讲了一个案例，我们就不说了。总之，这个最高法也是通过这个案例表明态度，烂尾楼购房人的优先权。为什么最高法这个时候来明确呢？4年前不这样呢？但是这是我个人判断，实际上就是保交楼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能保的都保完了，剩下的恐怕都是很难啃的骨头，恐怕很多房企、很多这个项目实在不行就要进入破产清算，就准备散伙了，把东西来数一数还值多少钱，这个钱怎么分？最高法先把顺序给你定好，韭菜的钱要优先受偿，那这对韭菜也是个交代啊。所以接下来恐怕就很多项目、很多开发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是我判断的。我记得在恒大暴雷以后，我就说过了，这个暴雷房企恐怕要扛个3年的，就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这是有规律的，不能马上就破产，因为你欠账太多，保交楼的太多了。现在保交楼能保的都保完了，剩下一些疑难杂症，一些资金缺口太大的保不了了，破产清算。那谁倒霉呢？你想，僧多粥少，狼多肉少，资产少，债权人多，都来分，
现在优先给韭菜，那谁倒霉？承建商、供应商，什么提供材料的、提供装修的、提供家电的，甚至还有银行贷款，该清零的清零，没了。也就是那些企业，你跟开发商什么有应收账款的，那就都得清零。所以我说今年是应收账款暴雷之年了。你看看最高院摆出的这个架势，就是要保护韭菜有优先受偿权。那你的应收账款就变成不是普通债权，你把你本来的破产财产就少，你给韭菜一分，普通债权基本上就没有了，能分个烟灰缸就不错了。最后我们再看看时代财经今天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标题也很有意思，叫90后女生在淘宝捡漏法拍房，研究了3年，成交价全小区最低，说年轻人开始捡漏法拍房。这个时代财经报道说，淘宝、京东能下单的不只是鞋服、蔬菜、水果、家电，还有房子。过去法拍房常被视为高风险、流程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灰色地带。随着司法拍卖制度愈加透明、平台化程度不断提升，这一市场正悄然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房子不仅能在中介门店买，在售楼处选，也能像在淘宝上挑衣服一样下单。在价格敏感与购房焦虑并存的当下，法拍房正成为一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实现买房愿望的另类路径。30岁的花花就是其中一人，他花了2-3年时间研究流程、筛选标的，最终以全小区最低成交价在深圳布节拍下一套老旧小区房，完成了一次带着理想克制的确认支付。他的故事并不是孤立，越来越多的购房者开始尝试用更少的钱离理想的生活更近一点，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像花花一样保持冷静。在高溢价与毁拍频发的拍卖背后，情绪驱动下的价格失控并不鲜见。部分买家在激烈竞争中冲突出价，最终高位接盘。这个文章还比较长，实际上他介绍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参与法拍房。我一直是这个态度，不要去关注法拍房，你通过正规渠道去买。现在房价本身在下跌，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便宜，那你就再等等，等到你心目中的价格出现，一定会出现。但是你为了图便宜，你去买法拍房，这个能买法拍房的韭菜，它就不是普通韭菜。你把你研究法拍房这种劲头、这种努力，你要放在别的地方，说不定你更容易成功。法拍房里面的坑，那是一眼望不到头。当然了，也有运气好的，买了不错的，没有任何麻烦。但是我想，恐怕有很多人买法拍房会踩坑，这每一个坑你只要踩一个，就够你受的。法拍房一般呢是市场价大概7折或者8折，一般呢你就为了图那2折的便宜，冒着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叫高风险低收益。昨天咱们还介绍了在北京通州的叫一个别墅20年闲置的，现在在拍卖，你去看看它全是坑，那个法院都说了，他可不管你什么过户，他也不管你什么办房产证，那些跟他都没关系。你要买了之后，你跟政府去交涉，你那个房子20年了，恐怕还欠物业费，那都是个天文数字。到时候你物业费不给，物业不让你住进去，法院也不管，都是坑。目前每年法拍房成交额占全国一手与二手房交易总额比例不到1%。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